菜籽的根是软的，而且油麻菜籽只是一片甜而已。可是其实前锋草哦，它是不管任何地方，满山满野，然后全世界都有这个东西。那我觉得客家人，你走到哪里都看得到客家人。我觉得在我身上，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就是它传下来的那个，就是我们就是打不死。一根木头怎么会打赢那么多根木头？啊，所以从几百个对全台各地管管类嘅员工还有主管，也日打造出风潮。喺家试题腔下，唔但唱喺呢度搭专业固定嘅公司内训，还那重要嘅係有一個特別計劃。在帮彭姐准备她的生日蛋糕。她生日什么时候？她生日10月31。最前方。这第一层，这第二层，最后才放这个。我知道。啊，我们先到5楼申办。小心小心哦，不要掉了哦。好。全部員工同起來，每一個人攏過生日，從外秘密的進行，從內大家即係過年之內繼續談課。我現在講。你要很明確告訴你要為自己做什麼。員工係咩棚子、棚春梅，從頭到尾認真的上課，一直都兩下。其實我們都知道，我們也是上課哦，我也都會跟你們分享我的心情。我來唱一首歌，祝你生日快樂。天火跳舞，糖豆過生，大家將卡片禮物結論稿全部拿出來。彭姐生日快樂！我們愛你！忘記沒有心情看裡面了，你知道嗎？因為我覺得。哎呦天哪！你們唱了，剛剛誰唱歌？那個一個運牌半棚春梅，冇想到有幾難填表客，但你員工行過最少15年，歸路嘅風風雨雨，一個時節天然過生，變做無限感動。我們的天使，那天的聲音讓我嚇到，我突然間覺得說什麼從天降下去。然後怎麼說啊？不過我真的要跟你們說，我真的覺得我很幸福，很幸福哈！幸福的就是你們是我全部的精神支柱。幸福的是我剛剛聊到說，可能這一生裡面突然間一個回頭才知道有這麼多都是送給我的，老天送給我的禮物了。我也沒有想到我會有今天，真的，真的沒有想到。所以麗玲，謝謝你，謝謝，謝謝，真的。17年。上年一日便拿歸感性，一團歌聲，叫喚起大家嘅情緒。我們當初創業就是我跟他還有幾個人演，我永遠不會忘記他跟我。一開始的狀況真的不會，那時候我們就在小小的一個辦公室，然後辦公桌就坐了我跟他，然後就租了一個房子，然後從前一路走到現在。其實我沒有求什麼，我只有跟我自己說，我要靠我自己，我要獨立，我要可以過我的人生。唔但請認真嘅做設計，而咪為按到同事嘅人生增加豐富嘅色彩。冇想到功能推當嘅嘢經典物質，推下嘅大家未會叫。我
妈好几年都是送卡片，其实我已经很清楚了。当然我今天是真的忘记我生日，可是我没有想让他们给我这么特别的惊喜。那我那个当下也不是我意想到的感动啊，因为我也不知道我会又被他们把我的眼泪拉出来了，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再掉眼泪了。员工排列的排压过程，还那有人去追寻其他酒壶，提后背头拿。彭春梅可能係又好甜又好拿，冇記住一片面已經幾廿個追尋意嘅嘢。伊講頭擺，仲係認為冇只係閒些時間能有嘅。他也過後，嘛嘅卡眼網冇只就愛囤落度。唔過也下一啲，伊嘅順項有一太寸嘅盤，皮能一舊，皮能一拿。应该是原来的那个小时候的环境，我觉得就是那个环境带给你是情绪上是这样，你可以很自由自在的。然后反而是我们人出了社会以后，碰到很多挫折，碰到了很多失败，然后这个过程里面，你慢慢会回归到说，原来那个种子是你一直想要的东西。所以我就想说，做SPA，然后慢慢就把这个理念把它放在我的事业体里面，让很多女生可以享受当女人，然后做女人，又可以很开心，又可以很漂亮。我觉得那个感觉就是生活。我们应该要针对这个穴点我们在按压的时候是要点进去，那我们还是一样用我们平常的工作口诀。其实我觉得做身体是要有旋律的。你在压上去的时候，你心里默念一下，就是我爱你，那个旋律再送回来。一种係全新的姿態，释放優良。對民國87年創立自有品牌到今，全心全意嘅經營什麼嘢 SPA 事業，強調對心出發。你们要记得一定要最后跟客人做完以后，不要说我的服务你会字不可以讲，是说今天我的服务希望你能满意。好，我们一起来讲一下，希望我的服务你能满意。没有感情，我们来演练一个来，你躺着。他会要求我们就是出自从内心发出真心真诚，所以不管我们的一瞥一笑或者在眼神，他也非常的要求。他觉得那个眼神是给客人一个就是一个很诚恳，非常一个诚恳，然后很真心，让客人很舒服。我知道不会本人满意，会让自己没有进步的空间，而且你会让人家觉得你是。自己觉得自己很棒，所以人家要说你很棒。可是你能满意，我觉得那是一种你会不断学习、不断进步的一个心态。我觉得那两个差别就是，一个是怎样，随时随地就觉得可以在学东西。正查一就是彭春梅拢會個要求，而從事嘅係情感嘅傳達。咩希望將錄卡人的情感向他傳承下去。因為我有一技之長啦，那一技之長的話，原來其實我沒有想說自己可以做到今天這個樣子，沒想到啊，移民啊頭擺創業過，結果做不好，倒掉了，收掉了。我頭擺的新做啊，迄單人打就是頂了一家店，結果花了8萬塊，那時候錢很大很大，結果我做到那家店倒掉了，所以後來其實我並不敢再從事這個行業，然後我就去做美容的工作，可是我覺得是因緣際會的，沒有特別的。然後我就開始從事這個工作剛好有這個機會，就慢慢的從第一家開始，因為你跌倒過，你會很小心。24歲嗰年，彭春梅帶阿爸本意嘅創業基金，帶人拖馬去到台中打拼，冇想到自家將經營美容事業看得太簡單呢。開店冇多幾年，
就竖起来耶。我第一次，我假如没有开店，我没有倒掉，我印象很深呢。我们家就搬回去2张美容床，什么都没有，搬了2张老黄的美容床啊。那有一次，因为我回去要盖房子，我突然间看到那2张床，我才想到说，哇天哪，我原来把我爸爸的8万块花掉是这样花掉，而且我那时候完全不会心疼哎，我也没有觉得我对不起我爸爸，我觉得好像哎，我也不是故意的。然后过了10年以后，我回头才知道说，原来我爸爸要替我做这些决定，他要有多少的信任。莫阿爸一开始买地，村里必用嘅创业基金，就冇2米嘅彭春梅。一开始嘅失败，搞我也以2米嘅生意。其实，要怎么讲？我觉得以前的我们概念里面，父母都会重男轻女，对不对？那我也觉得传统的观念的父母真的重男轻女啊。那我觉得在我爸爸的身上，年轻的时候不懂，我也会觉得，可是那个过程，我们尝试着跟他要，我也没有想到他会支持我，他会拿给我。那可能我觉得。人就是这样，你没有跌倒过，你会不会珍惜那个过程呢？那可是事后，你今天因为你已經做得不錯了，你回頭想，你才會覺得說父母有多偉大，真的好偉大。他那個力量其實也是因為我剛剛講，我後來完全沒有給他知道我重新做美容，因為我很怕我失敗了。我跟彭姐从她草创开始就跟她了，那大概有15年的时间了这样子。那因为之前那时候规模很小，就只有我跟她还有其他的员工加起来大概只有8个人。那等于说一个人都要做很多份工作，那其实就一直忙到其实连吃饭的时间都是很奢侈的，所以常常也会没有吃饭，觉得吃饭是一种很浪费时间的行为这样子。第一个愿望就是。我希望彭春美永留百世。第二个愿望就是，我希望我们这一家人永远就是快乐、幸福，好吗？好。第三个愿望，当然我希望我们的孩子健康、平安、快乐。谢谢你们，谢谢。去下愿望，勇敢的行公前。彭春梅等人对阿爸的感恩，对失败当中把放起来过出发。每从一开始，阿爸想每一件事，寄托睇下去，又係一個緣故，又從路卡人嘅姊妹成行。我希望我现在可以变一个大树。那我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变一棵大树，那我们这些大树自然就会变成一片森林。然后我很希望大家都像大树一样，就是可以非常坚强，非常可以有能力，然后可以学会怎么过生活，学会当漂亮的女人。刚才雅青以一个人可能卡片。也嘅世界冇吵吵闹闹，不過看到一絲一記，伊就感覺會感動。喜歡你的智慧，喜歡你的真誠，感動你對我們的用心，愛你。伊希望姊妹做得團結最好嘅下工夾強樣，純拍堅強。你用生涯表演日會越做越大。我常常跟他们说，你要像倒水，然后但是你给人家，你要像铺满，你要舍，你舍出去的东西你才会得，所以不会空布啊。对啊，因为我觉得就是他们越厉害，我越开心。来
来，各位同学，我们刚刚上课有讲哈，我们有讲到身体有任督二脉，它就是像那个高速公路一样哈，它就是南北都通啊。用高速公路来做比论，彭春梅用简单好了解嘅方式来解释人體經脈也嘅學問，伊將設計10多年來學到嘅術語做清道嘅教育到學生嘅。有没有问题？那老师，如果客人会痒怎么办？客人会痒，你看他有长痘痘哦，他应该也会痒吧？那我们就帮他抓一抓，只是轻柔一点就好。那你们会不会抓？就摸一摸啦，因为我觉得你抓太大力，他会受伤嘛。學生嘅談下關鍵字，想辦法了解先生講嘅精法。也嘅時節，彭春梅已經唔係員工嘅頭家，係學生嘅兄妹彭先生。人生哦，一技之長哦，可以讓我們更有自信。然後這個東西當然對我來講，因為我現在也會希望我可以就是怎樣，因為我小時候的環境，因為我後來讀建教生，所以我會希望說，我也可以給孩子一些付出啊，所以其實他們跟我覺得我也不是導師啦，就是分享吧。我跟他們就是分享嘛，分享就是我現在可以得到的一些成果啊，然後我來分享說，我這樣很棒哎，你們可以試試看。頭家團先生有兩個角色真差異態，不過彭春梅歸家就簽到當中嘅優良。要心裡默念一下那個旋律，好，放鬆，對，就這樣，好，再一次 ，OK。他做的就很好哈，我要表揚一下他的指甲哦。我上次有講，他就怎樣剪得很好。其實我指甲大家講，就是我們眼睛看是平的，不要超過，因為你指甲太長會戳到人家。所以我們現在就來檢查各位同學的指甲，好不好？來，我看一下。我應該是第一名。哎呦天哪，你的指甲好長哦，對不對？一個檢查數指甲，親身嘅為學生嘅入去特長嘅手位。實際操作課以設計帶能做，最重視在做當中來學。大家對經絡學一定要有一個基本概念。那當然，這個經絡學哦，其實不是老師發明的哈，是中國傳統以來很多就是名醫哦來集結這個智慧。我們學生口中的彭老師哦，他在技職教育當中，他帶來2個非常重要、與眾不同的地方啊。第一個很重要的是，他親力親為。他來上我們的技術課的時候，不是他一個人哦，他把他所研究出來的 know how 很不藏私的，然後跟我們同學分享，而且他帶來是一個研究整個的是教學團隊一起來跟我們同學做動作上的指導。我想這一點是別的老師比較少，也就是我們同學的福氣。那第2點，我覺得很重要的是，彭姐真的非常落實我們技職教育的所謂的務實致用。混蛋係美容師嘅伊，無視師妹將經驗教學生嘅，也按多年來，彭春梅貴3萬嘅推廣美容整合教育，今年還得到教育部自稱建議師傅獎。聽博弈啊，香港有沒有愛用？不可能的事。我們常常在講鋪滿原理啊，鋪滿就是。鋪滿原理，我覺得錢就是這樣子哈，你鋪滿一直裝，裝滿了，可是你捨不得拿出來就變古董。所以我們其實哦，我覺得人生，我常常跟他們說，你要像倒水，然後但是你給人家，你要像鋪滿，你要捨，你捨出去的東西你才會得，所以唔會空鋪啊。對啊，因為我覺得就是他們越厲害，我越開心哎。可能學生嘅就像看到設計嘅聲音呢，係那像看到一開始嘅設計。而希望一群聲音呢，未來嘅路會行到順順利利，冇從頭擺嘅設計窮樣。以前做專櫃的時候啊，因為學的只有化妝嘛，也不可能學到這個什麼叫身體 SPA。然後後來就想學這一塊，那我們要去當技術指導，還要做業務開發推銷，然後你也沒有那麼多的培訓，變成你還要去每一個人開店嘅頭殼啊，偷偷的學習，
然后把那个技术全部回来以后，还要自己拼命的练习。我觉得他的环境完全不一样了。现在他们就是学校就是整套的在教他们，然后又有这么好的实际教室，可以让他们现场就可以练习了。这个时间就差很多了。彭春梅提学校推广技职教育，重建中温多公司。有位时节，每位看到有人喺公司嘅空盘公司底部练功，其中还有一道拢係建教合作嘅14生。有一次我看一个尖叫声，看着手机在哭，然后我问他怎么了，他说他好想他妈妈，他好想家。所以，其实彭姐也常常讲说，他们只是孩子，那希望我们把她当成自己的妹妹。大部分我们的建教合作的学生，其实他们都住在中南部。有的是很偏远的乡下，那他们可能要离乡背井，然后，他们又要很坚强，然后又不想要让父母亲担心。可是其实，在他们这样子年纪的孩子，很多的同学其实还在玩乐，但是他们必须就是，要像成人一样，就是开始面对这个社会，那开始学习他们的一技之长。所以他们到晚上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有时候店长会留下来教技术。彭春梅每不时去到门市18体验，自家做人下。来，徐阳，你看你在拉舞的时候，你看你力气都不够哦。你这样，你看，你这样，有没有感觉？有没有很爽。好，来这边你看看，你力气不够啊，会我啊？来，那你教我看看。在冬季时间，本员工机会教育，自家要做得不用轻松，疏解一下压力。不过寒那多嘅时节，安尼顺便呢去点风行行啊，边做调价去点度风绕绕看看。看一下有没有哪里没有把它弄得干净，因为我觉得。那你这样很像随堂考还好啦，因为我觉得。经理你会不会很紧张？不会啦，因为彭姐她常来，那彭姐呢，她就是用我们就客人的这种心情，她会来告诉我们，督促我们说，客人呢，可能我们服务不周的地方都可以稍微改善一下，对啊。彭姐今天这样 OK 吗？对，我在看。有没有什么秘密要突袭的地方讲唔会见状系骗人呢。某个事情拢讲求几万米嘅彭春梅来入片看，门市全部嘅员工拢几见状嘅天体后背，究竟有某个地方作为唔拉好？这个客人为什么会跌倒？看为什么会跌倒？因为你那个水渍那么多啊，那是谁的问题？我的问题。当然是啊，那你有没有环境分配？水要给它弄好啊。第二个，你要研究一下为什么方面有水。好，对吧？然后你再去找人家公司的部分来说。再跟公务联系。红姐这样不怕变康都被大家知道了？无所谓啊，本来就应该是要这样。我觉得这个。就算入边集体顺风气，彭春梅并冇受到影响。一个讲出哪条地方会改进。有某个地方又作为唔大好，它大方向是不会很要求，大方向应该大家都会，可是小细节就是小动作、小细节，它一定是非常的严谨。我现在要求你，总好过说到时候客人有不舒服，因为客人一旦不舒服，是你做10倍的努力都很难拿得回来的，所以他都会告诉店长，他们就是一开始就要做到好。而不是说你觉得事后可以补救。对入到公司开门嘅下开始，就做得看到彭春梅嘅用心细腻，以前拢做唔得青菜嘅心结。这个，哇，你看像这个叶子都枯掉了，这个，你看看这个，我跟你讲哦，你看石柱，我跟你说有时候你看这个，你剪刀拿来，你看，
这个都已经没有用了，为什么还要留？请下來剪花花草草，也給細細嘅動作，撒有旁春梅帶人嘅雜學。我才跟林凱問說，他要給我1000塊，哎，那1000塊哦，值100萬哎，為什麼？因為他1000塊就學會1次經驗。有沒有很緊張？有，我早上9點10點我都會在花圃外面，不要找我。我好像每天早上9點到10點來整理花圃。哎，你要問我，我真的就是這樣跟他們說，哎，其實你看，你要懂花的習性，跟懂人一樣。而係一個標準嘅完美主義者，睇員工嘅某組態度，沒觀念嘅，理性嘅伊上面有感性嘅世界，尤其係時代下嘅伊。他突然去世了。然後回到我們那時候住埔里，然後我就回到埔里啊。事後其實我很遺憾。他女啊，这就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很可愛哦！在这里看，我先讲，我跟你讲，你看我怎么那么清楚？这个是干杯，没有，就是说好，我们要加油，我们冲吧，然后就没有彭姐哦，其实她喝酒的时候很勇。佢嘅姊妹大家鄉下可能錄相片，唔記記捱記記，色彩係鬧熱漸漸，變來變去，有嘅係工作嘅相片，有嘅係出去了嘅相片，其中還有一道彭春梅嘅寶貝。我覺得她這一張比較像林青霞的感覺。這一張照片看起來真的就很漂亮，很酷哎，像王祖賢的小倩哎。哎呀，你看看我這張也。可是我比較喜歡你這樣很可愛的樣子。29歲嘅彭春梅留能短頭毛，上下清秀嘅記憶歸有氣質，一條弄係自稱員工未唔識看過嘅經典相片。睇到大家見所以有明星嘅樣嘅，彭春梅未開始18歲生日。不過其中本意最珍惜嘅係一個用心保存，還拿來做熱鬧嘅老相片。這是我爸爸。然後他就跟我說，我昨天就叫他們幫我找這一張。然後你知道嗎？他竟然跟我說：“哇，你爸爸好酷哦！”我說：“對，他看起來很嚴肅，然後他都不太會跟我們啊，就是這樣表達內心的感覺。”伊屯爸爸向他去拍相片冇多，免冇屯媽媽去拍相片。不過阿爸阿妹願意睇伊嘅成功態度。有最重要嘅畢業。我會帶我們家小孩回去。有一天哦，他晚上睡覺前哦，他就手抓着我的手跟我說：“媽媽，哎，我好想認識你爸爸哦。”我說：“是哦，啊，你為什麼想認識他？”他說：“沒有啊，因為我覺得他好厲害哦。”然後他就跟我說：“那你為什麼沒有介紹我跟他認識？”我跟他說。因為那時候他以前那個時候你還沒有生出來啊。新年呢講出來嘅話語，彭春梅堂嘅出那個，唔但唱伊嘅新年呢，想認識阿妹講嘅最尊敬嘅阿姐公，但係妹歸想對伊嘅路卡人還有環境有很那多嘅認識，佢所以要求彭春梅而歸落戶嘅時節，帶我哋向他去。回路巷仲係可能落背，做學生嘅家下，閒時嘅伊為到冇本學費，造成路卡嘅負擔。做睇初中就離開路卡，到高雄半工半讀，見擺歸路卡最強分差位，佢所以可能落背嘅風景來轉移注意力。這一條6號公路哦，是全台最漂亮的那個高速公路。歸路嘅風景那片最壯觀最強，彭春梅攏歸了解。坐巴士對高雄學校規計轉南投國線，最少2點鐘來坐。很羨慕人家說，為什麼別人都可以離家那麼近呢？我自己跑得那麼遠，然後就會想說，我每一次回到家花了一天，然後住了一個晚上或者一個早上又要回去了。那個人家說。出外
以前人家说啊，出外那种游子的心情呢，我觉得那亲情是很深的。本来很几一个成绩，考试的成绩普通的嘛，就讲啊很几考试站，我就香港对很家庭的负担都唔係很重啦，因為做工人嘛，環境冇以後啊，人都講啊，做時間唔知花很多錢，結果可能就講啊，香港嘅時間過唔了啦，結果靠嘅各種嘅建造。廿多年來，以上路卡嘅心情冇斷過。難得過來，當初唔得到而情誼最舒適嘅面試。哎呀，杨英来，吃一下哦。哎，为什么你以前没有？我跟你讲，因为这是很奢侈的。为什么你知道吗？以前这一支冰棒拿起来哦，不会这样咬，拿舌头这样咬，这样一咬太可恶了吧？现在花多少钱你知道吗？就这样。这样甜到剩一只，而且哦，甜到后面哦，要用擀的那样，这种擀棍是比较低啊的，因为是有零用錢才能。因為這沒有，我們就是沒有零用錢啊。然後我媽媽有時候就偷偷的塞給我5毛錢哦。閒暇時節做得衝安尼，一個人食一支基本的機會是差唔多，也下大家一個人食一支。一片行一片色，貴重係有幾多做生意的窮樣。對，我很久沒有吃冰棒了，因為平常吃冰棒怕胖哦，根本不會去想要給羊冰，忘記了。剛剛走過去看到給羊冰，平常吃這樣也有損形象的哦。今天會擔心有沒有損形象？今天哦，豁出去了。沒有，總是要做自己嘛。用嘅能係做設計咯，即係基本嘅準備行去落戶嘅彭春梅冇少用嘅。上茶以前亦係嚴肅嘅整理條南模，本嚟過後而能講，因為夏天嘅條南模太太熱太時行嘅，同意愛去嘅鋪設點清種下落戶整茶太太。佢對阿爸喺嗰度當住下，玻璃喺度站玻璃就可以隨地震重災區嚇。佢頭中買不嚟，因講父親講阿爸身體咁樣冇嘛好，長工帶佢來接觸頭中照顧佢幾年，當年開始咪咗4年，過咪咗。父親為咗阿爸，嗰度唔見咩當無下咩情感心。鉗頭，佢學過鉗頭師傅。鉗頭師傅就烈士上打錢那個有冇？鉗頭師傅。回到落戶前來練沙，未係做生意嘅幾時節，向下教嘅盤對講老頭白，見白講到阿爸，彭春梅就會變那鬼歡喜，講到後蘭水寶白。到，就我印象，我爸房間都有那個什麼雙節棍啊，什麼，他就是會武功。然後最重要還有一個就是每一次就很多人來我家，就會打鼓啊什麼，我就覺得好驕傲啊，這是我爸爸。上空嘅花花草草，田南風遊來遊去，還有一棟公娃娃嘅建築，也就是彭春梅事業成功過後，上嘅請好心為阿爸起嘅幸福嘅。本但上一本阿爸係嚟過法過次演藝時，冇想到一個夢想，煞父唔才實現。我就一直想蓋給他住，可是有一點，大概1年半之後，我蓋了1年半之後，其實我也很着急，然後我就想說趕快給他看。突然間，因為有一天我在台中，然後當然那時候房子是也忘記這件事，然後就知道他突然去世了，然後回到我們那時候住埔里，然後我就回到埔里啊。事後其實我很遺憾，就是
他没有看到这个房子，他也没有救到。因为那房子的1楼我还特别为了他哦，因为我觉得他爬楼梯，想说哇，他年纪大了，爬楼梯爬不上。所以我们现在盖房子里面就有一个1楼的房间，但是重点是他也没有看到我把房子盖给他，也没有救到啦。所以这是我比较遗憾的地方。韩国做嘅坐下來，切架感受鬼屋間空落落嘅，伊從韓保留阿爸嘅溫暖，伊啲阿爸食菜係跪下去。那我覺得他給我那個8萬塊啊，不容易啊。因為我把它花掉了，我沒有做起來。那一片山賣掉也不過6000塊、1萬塊，所以我剛剛會叫你看那一片山。我們現在也有山了，因為那錢是借來的。呢啲阿爸永久體驗嘅心中，每因為一個無限嘅感染，本意行向未來唔會更辛苦，還那有力量。工業的啊，基本也沒有很貴身。你只要走過任何的環節，你都看得到它。你只要經過的地方都有它。打球跟人生一樣，其實你有可能你會碰到很多的，覺得不順遂，或者覺得有方法不對，那你其實你只要願意一直練習，一直練習，你就會進步。我今日球技大曝光呢，其實真歹着。我會歹勢。一片手工球嘅淡河本太艱難，另一方面就係通作邊界，先學球館嘅行工錢。彭春偉春納講，切間20-30年冇運動嘅，都冇簡單28年來，有好朋友偏能以打球嘅，能展開弄辦忙實體驗過嘅新生活。離開辦公室嘅彭春梅，唔但將心情變好，面紅嘅笑容未變到位。好巧哦！喂，你看那個鴿子，你看，你看那個，你看，哇，今天有鴿子好多哦，有沒有？對啊。哇塞，那我們往前哦。以前還沒打高爾夫球的時候，一天到晚聽他喊這邊痛那邊痛啊，都沒有在運動。我說你都沒有在動哦，可能就難怪會這邊痛那邊痛。他之前也邀他打了很多次球，他也沒有興趣。哎呀，這4個月來，他就因緣際會跟我們一起打球之後，反而他覺得打球很有興趣。大概是因為每個球場的那個風景啊，環境都不一樣哦。那個公司的壓力來打球之後就疏解了哦，他就覺得越打越有興趣。氣溫過後，清明谷嘅出力彈，彭春梅打米一粒球嘅以前，冇太多嘅考慮，仲係歸家出打出去。等到起義對順後米一幾年嘅風格，佢有研究。哦，它看起來大辣辣的，很好氣哦。你看它那個樣子哦，其實你們錯了。我就講它哦，它打球它有一個很好的動作，它一定要放好以後，然後再搖好以後，然後要揉過來又揉過去，然後又往後調一調，然後調完來感覺不對又重揉。等一下我們可以讓它試試看哦，它很可愛，表示它做事情就是好細心、好周到，它一定要準備到100%。他還蠻阿薩里的，打球也算是蠻快的，快的，然後也不會想太多了，因為可能跟他做事情的想法差不多吧。他估摸啊，比較他要求比較那個
比较说他会常常想要说，哎，这样做好，那样做好，这样啊，一直在要求进步这样。厉害厉害，强。其中过量看到有人一滚的入坑，而比别人还欢喜，不过稳做起家。真的进了。虽然做出已经说唔清楚到底係打袂幾多，不過求為入坑，而歡喜嘅粵語好好，也就是最真實嘅戲。我覺得以前的我很努力、很認真，也很執着。可是我少了一個部分，就是說我可能沒有給我自己內心那一塊，有沒有學會就是怎樣放開自己。那當你不會放開自己的時候，其實你有很多事情，你有可能你太用力、太努力的時候，其實你也會有一些自己給自己的壓力，而自己沒有自覺。每次人家走來走去，看到熱夾嘅還會起吵，就從空嘅彭春梅同辦公室嘅人偵查儀態，草坪上紅色嘅燈海特別讓人注意。一個一下一個短裙嚟嘅打扮。對東北嘅人來講，完全係冇可能嘅事情。這買來以後收藏了，收藏一下，就是讓自己想說這個夢想有一天哦，我可以有那個身材啊，可以有那個勇氣，可以走出這一塊，我敢這麼穿。而且我第一次穿這個裙子，第一次穿這個襪子。係圓夢，還那係突破，而從係揭開嘅邊班，表下係包袱嘅。可是改變想法，用數一下。打球跟人生一樣，其實你有可能你會碰到很多的，覺得不順遂，或者覺得有方法不對，那你其實你只要願意一直練習，你就會進步。所以我都跟他們說，好，你的天分是1年，我的天分沒有，那我花5年，我5年以後我要跟你一樣，我達到80幾桿，我會覺得我可以。但是我可以，就是我會，就是很認真去做它。天天呢對運動當中尋到全新嘅切架，彭春梅出生當日規模限，係經營50個間店面，已經係一時難定量力。不過而還係堅持，拜六禮拜要罷工上課進修。2年的時間為什麼快就要畢業了？那我覺得這是很珍貴的，我也很佩服他們，因為怎麼講？他們事業很忙，要周末來上一整天的課。本身第一有意志力，對吧？那我想他這個意志力用到事業上，也是一樣可以成功的邏輯。第二，他對他自己想做的東西，我是感覺到他有熱情跟他自己的那個想象，就是說。對未來的一些憧憬。早起學生嘅彭春梅點點嘅喺台下用心嘅談，有嘅時間還會過認真嘅寫筆記，也係一個天一個 EMBA 學位，做小組2多年，面對情況強用係企業高級管理人嘅同學，大家分組討論，講出自家嘅意見，咪係一種相互嘅學習。有時候你看到同學，很多同學哦，他們會那麼成功，原來他們的成功的背後因素在哪裡？其實你會看到啊，所以我覺得其實讀書也是在教自己不斷的一直在成長。因為我們是你人最大，對不對？哎呀，我是記。無論係同學嘅關係，也係師長嘅傾聽，而讓打開兩隻手，感受每一個男人嘅溫暖，每一個人對伊嘅鼓勵，都係支持伊嘅最佳動力。上台，我敢跳舞啊！
然后我会跟我们同学、全班同学跟他们说，我爱你们，因为你们让我改变。我会去拥抱他们，跟他们说谢谢，而我也会去抱我的孩子，跟我的孩子说谢谢你，我爱你们。可是这个东西对我来讲，以前我想我应该表达不出来，然后我觉得我也会跟我们的工作的同事跟他们说我爱你们，然后我会教他们学会彼此去说赞美的话，然后我会告诉他们说，我们其实要跟我们的客人说谢谢你，希望我能让你满意。就像我一下有去讀大學，咩咁樣係我同姐佢鼓勵我去讀。啊，後來我讀到公司開會啦，有乜嘅事情嘅時間，啊，佢就會同我就會提供啊講啊，因為我哋可以上學，可以讀書。啊，佢就會講哦，讀書其實像佢自家一下，佢自家沒有去念EMBA，啊，故所佢。我鼓勵我哋大家有頭路，咩希望做得有安尼嘅學歷，故所以鼓勵我哋去讀大學。啊，讀大學嘅時候，後擺我同頭路讀到嘅時陣，後擺我公司我開會啦，我做乜嘅，係叫佢講唔怕，唔去讀書，係，因為我就會知道講到一間公司上班，做得有，做得賺錢，又做得有學歷。彭春梅是講過，某個事情對心出發，事業行嘅嘢有理性有感性，同員工向下打拼，向下享受成功。順豐嘅朋友按嚟講義。為什麼要講咸豐草？事實上，它也是花，也是草，它可以很美哈，它也可以很銳利。其實我要講到是它的個性的特質，它可以很溫柔，但是它也可以很銳利。所謂銳利是在工作的領域。他可以很到位，覺得該怎麼樣做到最好的。他可以把 SPA 業當成一種技藝，然後做好很好的一個教育訓練，然後傳承給年輕的這一代。他在做這個些事情的時候，其實就像我剛剛喜歡用咸豐草的比喻，因為它會散播一個地方到一個地方到一個地方，所以你現在到了全世界每個角落，你都可以很容易找到咸豐草。用花做品牌意向，彭春梅希望以從事嘅大幾年，做得團結一類類黃柏農業嘅下工業強用，做得有創新人嘅強用嘅選擇，亦做得發揮旺盛嘅生命力，將愛同美麗傳出去。我覺得女人哦，就是要為自己來美麗，也為身為女人本來就要很美麗，我覺得這很重要。对，那所以就是要这样子，不断的让自己过得很开心，然后不断很开心去学东西，其实人生就会很漂亮。